代替公司化。即摆有真侪员工是头路，无就是提早退休，地书卡手无够。最近代替北区要请休寒做线工的工读生。即摆产业工会是批评代替，拢无提早应应好人力的问题，煞带头开遮尔低薪水咧请人。也若代替是回应表示，算点钟的也是做线工，也是工读生，拢是去年就有的招募计划。两边都通，然后从4月台下其实往台东的。咱们县是无用得到引导旅客，无外国这售票口，阁发出警示的声音，阁爱较紧过去排队状况，家己去拆开，真正看内面安怎。结果是有人无细字落钱入去。代替的站务员最近因为公司化了后出现离退调，真欠人力。有员工讲，亲像大车头的票口原本是配3个人，即马剩1个。现在很多时候其实他们都是一个人而已，没有办法去应付旅客的那个进出站。他如果有遇到问题的话，他没办法处理。人力缺乏对我的明显影响就是，如果我想休假请假的话，就会被阻挡。主管就会跟你讲说人力不够。有内部的员工伫社群网站是打招募的信息，北区营运处找休寒的工读生，工作内容是到家收票、引导旅客、走动式的服务，还有车站其他指派的任务。早起6点到暗时10点之间排班，时薪是上低基本工资。这是代替元旦挂牌了第2摆找临时人力，代替产业工会批评讲无成重视欠人的问题。会有一个空窗期，是这个1月31号申请优离退的人会全部离开。今年6月以前。我们相关的人员正式的人力还没到位以前，确实在我们的车长、副站长以及站务人员上面，正式人力我们在工作上的压力也会变大。产业工会分析讲，目前车长和副站长拢至少欠15%的人力，所以抽调车务员训练了，才对内部来升。会当看到收入来过年的疏运，第一线的压力会真大。对这代替公司总经理方辉生讲，不管是找实习人员还是工读生，拢是去年代替局的时代都已经定好的整体招募计划。部分工时大概都不是主要的关键人力部分。那我们的关键人力，我们现在也都陆续的替补哈，所以应该也都不会影响。方辉生讲，目前代替公司有退离的人数大约是900多个，和预估的差不多。目前虽然有在找临时人力，但是关键基础人力并无欠。对产业工会发起依法休假的人数，公司嘛继续掌握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